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南北两位英勇的警察的事迹。这个台北内湖科技园区人来客去，人车有够多，有轿车驾驶伫下班时间无遵守到警察的交通指挥，是加速度硬要冲过，最后是远警用马身分批步啊甲砸落来。啊，那伫咧高雄是有女警看到快车道有人咧顾车，进行无警示牌会造成追撞。虽然日头真美，这个女警也是使出着伊上大的气力。一个人甲挡二档的轿车塞到路边，真侪人看到拢学了赞，讲这个女警好厉害。轿车无要顾远警的指挥，趁伊越头的时阵，硬要加速来倒越，结果也是去碰撞着。警察马上冲起哩，将伊甲砸落来，分别也逼伊退后。依规定举发。本案未造成同人受伤。这件代志就发生在咧台北内湖科技园区，驾驶违规轰炸落来，影片公开了后，网友拢拍扑啊，学了警察真尽责。啊，那高雄这边，你的车是坏掉了吗？我有轿车，我没有三角车。看到高中的车辆停在咧快车道，又搁无抗警示标志，女警决定倒三角刹车。因为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推，打 N 档好不好？我先帮看你推不推得动哦。啊，你要帮我推吗？对。无法度相信，敢若靠女警一个人，就会当将一台一栋外的轿车塞互震动，驾驶嘛惊一条，随后就听警察的指示对咧做。用规身躯气力刹车刹到皮皮喘，日头呛洋洋，这个女警出手甲驾驶倒三角刹车，最后是救援成功。一般男生来推会比较推得动，当然是不可思议，因为他应该有练过。女警很厉害，毕竟有的时候自己一个男生要推，或者都要找人来帮忙了。通常其实本所应该会有2个同仁一起去执勤。其实男警推就已经很吃力了，确实有女警来推。如果真的太瘦弱的话，可能还是真的推不太动。那我们这位女警呢，她其实平常下班之后也会有一些健身的那个习惯，这样。其实这摆这个女警会有这么无简单的气力，就是因为平常时伊拢会和其他同事同款进行锻炼。体力会比较好一点，就是体能上啊，然后可能说有时候警察会需要帮民众就是为民服务啊，推轮椅或者是搬比较重的东西的话，就会。体力上就比较好应付一点。为了让家己卖输男关键，女警平常时嘛付出比别人更较侪努力，就是希望为民服务的时阵会当倒卡手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